第69届柏林影展在8号凌晨开幕，法国影后朱丽叶·碧诺许担任评审团主席。而今年影展总共有6位华人导演作品入围竞赛组别，其中张艺谋的《1秒钟》是第5度挑战柏林影展，还有 TFBOYS 王源主演的《地久天长》也要角逐金熊奖。在沙漠中央奔跑的长镜头，拍出女主角的孤独与无助。张艺谋执导的新片《1秒钟》，描述文化大革命末期的故事，成为他第5部入围柏林影展的作品。导演张艺谋太不注意了，你这大小分开，开始不做到位。来，把那张纸拿过来。整部电影只拍46天就杀青，这是张艺谋继2010年《三枪拍案惊奇》后，睽违9年入围柏林影展。早在1988年与巩俐合作的《红高粱》就抱走金熊奖，也是第1部获得该奖项的亚洲电影。但今年获选为竞赛片的华人导演还有王安泉的《恐龙蛋》以及王小帅的《地久天长》，主角之一是 TFBOYS 的王源。艺人王源很棒的一次经历，演我父亲的叫王景春，第1场戏我就很气愤的跟他演。我就怎么很气愤跟他演完了之后他说小袁，你刚刚那场演得很棒不错。可惜 TFBOYS 的另一位成员易烊千玺和周冬雨合演，曾国祥执导的《少年的你》原本入围新生代单元，却以后期制作未完成的理由退赛，无缘参与盛会。这一届柏林影展评审团主席是法国影后朱丽叶·碧诺许。不过记者会上却为涉嫌性侵的好莱坞制片哈维·维斯坦护航说话，引发网友挞伐，让影展开幕第1天就有批评声浪。